保罗寄予罗马人的批，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，奉调做使徒，特派传上帝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上帝将前这众先知伫圣经顶所应允的，论到伊的囝我主耶稣基督，照肉体讲，是对大卫后裔生的；照圣贤的灵讲，因为对死来个活，用大灵显明是上帝的囝。咱对伊受恩惠，各使徒的职分，伫万国的中间，互人为伊的名信服真道。其中也有恁这个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批予恁，伫罗马是上帝所听，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对咱的父上帝，搁主耶稣基督归予恁。第一，我靠耶稣基督为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传遍天下。我伫伊的囝福音顶，用心灵所服侍的上帝，通见证我怎样无停的提到恁，伫基督的中间，常常恳求，或者照上帝的旨意，到尾为得边坦的道路去恁迄位。因为我切切的想看见恁，要将这个属灵的恩赐分予恁，互恁通坚固。安尼，我伫恁中间，因为你甲我彼此的信心，就通同得安慰。兄弟啊，我毋愿意恁毋知，我逐摆定意去恁迄位，要伫恁中间得到一寡果子，亲像伫其余外邦人中一样。只是到现今，犹原有阻隔。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长命人、愚拙的人，我拢欠因的债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我无掠福音做见笑，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灵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希利尼人，因为上帝的义正伫这个福音顶显明出来。这个义是本伫神，至高伫神，亲像圣经所记，义人的确因信得生。原来上帝的受气对天顶显明，伫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心顶，就是遐会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上帝的代志，人所未知影，原显明伫人的心内，因为上帝已经甲因显明。对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英灵甲神性是明明通知，虽然目睭未会看见，总是借着所造的物就通知影，互人无通提示。因为因虽然知影上帝，却无当作上帝荣耀伊，也无感谢伊，因的思念变做虚妄，无知的心就黑暗了。自称做聪明，反倒成做愚拙，将未为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变做偶像，仿佛的确朽坏的人，甲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款式。所以上帝出在因，听着心内的情欲，行有为的事，直到大家拍拉散家己的身体，
因将上帝的真实变做虚妄，去敬拜服侍受造的物，无敬拜迄个造物的主。主是通学老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情欲，因的妇人人将顺性的路用变做逆性的路用，查甫人也是安尼，弃杀妇人人顺性的路用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甲男行通见效的事，就伫家己的身顶受这个懒散着直的报应。因既然故意毋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存邪僻的心，行遐个无合理的事，装满逐项不义、邪恶、贪心、恶毒，满心是怨妒、凶恶、三簪、诡诈、毒恨，各是诽谤，加这后讲人怨恨上帝，侮慢人的、骄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歹事的、违背父母、无知、背约、无亲情、无怜悯人。因虽然知影上帝判定行这个事的人是着死的，总是因毋但家己去行，阁欢喜别人去行。